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女网友伫美食的大卖场好事多买一台冷冻柜，这个物流送到厝，拆箱啊了后恐怖，这个冷冻柜的下骹拢是白遐，伊是气噗噗来办退货。好事多是来回应讲，这个产品是由厂商迄边直接来出货，啊，共一种牌子的产品状况拢正常，所以这件应该是个案。白色新得到冷冻橱下底出现土黄色的沙，看起来真垃圾，就含冷冻橱边仔模糊，想到真正甲看，竟然是白虾。网友伫咧面册铺文，讲家己9月2日伫咧好事多线顶买一台冷冻橱瓦，9月2日下晡送到厝，拆开发现涂骹规片阿杂太高，机动工检查发现竟然是白虾，而且已经拖归厝内。随甲服务人员讲，请厂商赶紧再走。10月初5，好事多处理煞尾作业，因讲已经协助会员处理退货，强调商品是厂商迄边出货，确认仓库环境含共品项的商品是无问题，嘛讲这应该是个案。它的物件在放置的时候都是用木材装箱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啊。那一定就是放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至少它要放超过3个月或者是半年以上，才可能衍生白蚁啊。因为台湾的气候较潮湿，但是仓库的所在较无通风，加上长时间无咧使用，或者是无咧家锁叮当，就较有白虾。专家提醒消费者买商品一定拢要检查详细，较袂互白虾走入来厝内，将防龙扣加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